讀粵釋經靈修分享，2025年6月26號，約伯記23章第10至17節。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他試煉我之後，我必如精金。我腳追從他的步履，我謹守他的道，並不偏離。他嘴唇的命令，我未曾背棄。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語，過於我需用的飲食。只是他心意已定，誰能使他轉意呢？他心裏所願的就行出來，他向我所定的就必作成。這裡的事他還有許多，所以我在他面前驚惶。我思念這事，便懼怕他。神使我喪膽，全能者使我驚惶。我恐懼不是因為黑暗，也不是因為幽暗蒙蔽我的臉。約伯記23章第10至17節係約伯喺困苦中獨白嘅延續，表達咗佢對神權威嘅認識，對自身正直嘅堅持，以及對神主權嘅敬畏同埋恐懼。經文表達咗約伯信仰嘅複雜性，佢喺困惑同埋痛苦當中仍然持守對神嘅信靠，但亦都坦然承認對神權柄嘅敬畏同埋不安。第10節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原文係他知道路，亦都可以譯為他知道要帶我行的路。呢個路係約伯所行嘅路，但更多係神所安排嘅路。約伯嘅信心已經嚟到一個地步，即使神從未解釋苦難，佢亦都相信神知道喺度做緊啲乜嘢。苦難一定包括喺人同埋神之間正確嘅關係裏邊。13至15節係約伯轉而描述咗神嘅不可改變同埋全能。佢承認神按照自己嘅禱告行動，呢個使佢感覺到戰兢同埋恐懼。呢部分反映咗約伯對神嘅敬畏，同時亦都感受到因無法理解神而產生不安。約伯嘅信心裏邊始終帶住懼怕，但佢到底怕啲乜嘢呢？係因為懼怕神嘅威嚴？約伯已經確信他必理我。係懼怕被定罪？約伯已經確信我必永遠脫離那審判我的。係懼怕苦難？約伯已經確信他試煉我之後，我必如精金。係懼怕神心意難測？約伯已經確信他心意已定，誰能使他轉回？難道約伯懼怕他向我所定的？實質上連佢自己都講唔清楚。人最大嘅恐懼就係唔知道驚啲乜嘢。約伯最大嘅恐懼就係唔知道自己點解會懼怕佢。他向我所定的唔單止係要全盤否認過去嘅我，亦都係全然拒絕而家嘅我，叫我們柔軟。原文亦都可以叫我們柔軟下來。因此約伯裏邊嘅我先至感覺到寢食難安。呢個我突然間發現自己出頭太多，因為呢章幾乎每一句都充滿住我呢個字，所以一去到下一章，呢個我立即隱藏起嚟，轉移嘅話題幾乎係每句都逃避咗我呢個字。試想約伯喺自述佢生命行喺神嘅道路當中，並冇背離神，佢視神嘅話比飲食更加寶貴。呢個顯示出佢嘅敬畏同埋對神話語嘅熱愛，即使喺苦難當中，亦都未曾動搖。神嘅話語喺我哋生命中嘅地位係咪咁樣嘅呢？約伯雖然信靠神，仍然坦誠自己嘅驚惶同埋膽怯。佢唔係因為外在嘅黑暗懼怕，而係因為對神至高主權嘅敬畏。佢所怕嗰位就係佢無法掌控，亦都無法質問嘅神。我哋係咪習慣以輕率或者理所當然嘅態度對待神嘅旨意呢？祈禱，親愛主，你知道我哋嘅道路，即使我哋睇唔到你嘅作為，我哋相信你正係熬煉我哋，
使我哋如精金。求你使我哋喺試煉中持守你嘅道，唔偏離左右。雖然我哋心裏懼怕，赦免我哋好多嘅自我，願我哋敬畏你而唔退後，信靠你嘅智慧同埋慈愛。阿門。訴說着心內事意，路途崎嶇，險阻滿布，怎完成狹小路徑？你說愛是永不止息，恆久忍耐也恩慈，沿途風光雖不似預期，已預備最好的路徑。多麼期待每天清早說句父神你好嗎？你溫暖我心田，除掉心中的瘡疤，給我無窮無盡恩典加冕，共行每一天，你的愛甘甜，就算風吹雨打，有你黎面。你說愛是永不止息，恆久忍耐有恩慈，沿途風光雖不似預期，已預備最好的路徑。多麼期待每天清早說句父神你好嗎？你溫暖我心田，除掉心中的瘡疤，給我無窮無盡恩典加冕，共行每一天，你的愛甘甜，就算風吹雨打，有你黎面。橫越高山峽谷，逆流而上，不喪膽不怯場，為你燃亮，成就極重無比，永遠榮耀，這至真至輕負重，算什麼？你溫暖我心田，除掉心中的
算諷